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直播。咱市民新声，咱的台南市长哦，民进党初选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咱之前已经邀请过几位哦有意要来挑战台南市长的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理念甲政见。那么今仔日吼，咱要邀请的这位呢，是担任过行政院顾问、国台代表，还有台南县议员，连任4届立法委员黄伟哲委员，欢迎黄委员。碧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伟哲。是，好，委员好哦。所以呢，咱一开始吼，咱就来说明讲，为什么你想要来参选咱台南市长啦？吼，你参选的理念又个是啥物？简单讲啦，其实这个问题吼，会使讲做大嘛，会使讲小。当然，咱是希望讲参选每一个公职，拢是希望讲替百姓、咱的市民来服务。你也看过去，我嘛做过国台代表，做过议员吼，嘛即嘛做过立法委员。其实每一个位置，拢有每一个位置的这个法定执掌，就是讲，就是讲立法委员是你立法的，县议员是你监督县政，但是拢总有选民服务。所以未来若阵即个要选市长，若阵会当当选，当然是徛伫市长，完全是做市长的即个规格来做嘛吼。我举一个咧，行政职甲即个或者即个议员职吼，行政职甲即个民意代表的差别。你也知影讲碧纯即个杯安尼吼，即弄啊无清气起啦。我来讲即个我来议员讲我来建议市政府这个做较好诶。正好我也是，你讲明仔载做建设局长建设局长甲你做处理你诶。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政权嘛。当然行政权毋是讲干那遮细项讲路顶袂光啦，水沟袂通啦，毋是安尼尔。其实行政权有足侪，就是讲你要做一个整个大诶规划。大家看卖，咱现主是这几任的来的市长对咱台南市的发展。会种不了看，你看，即个张灿宏、柯添财，然后到赖清德，伫阮台南县是丹东山、苏焕智，过来赖清德。其实每一个市长，伊对市政的即个规划难度，市政是一邦接一邦吼。所以即摆现主是未来的市长一定徛伫现主席的即个基础来做。所以呢，因为安尼的理由，我应该适当，我感觉我有这个意愿来接棒，来替咱的市民来服务，徛伫行政权的这个立场。是。好，近年的有意吼，已经要来投入咱这个台南市长的选举嘛吼。我想呢，咱应该今仔日吼，透过咱的节目呢，会当互咱的吼台南市民好好来了解一下，讲哦，这未来有可能是咱台南市长人伊个人的种种的理念，吼，也有你的家庭背景。我想吼。唔知影讲，敢有做侪人知影讲你是出身这个深绿的家庭，你的家庭就是说你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对这个就是比较深绿，对不对？是，阮爸爸，算讲足早就投入东华运动。是。美丽岛事件，你也看1969年，好，1966年美丽岛事件的时候，阮爸爸都伫现场安尼。迄阵我拄喺读册，我伫读册，感觉讲呀奇怪，定下无来无去咧讲，是安尼要拍警察。阮爸爸讲，你哪咧讲？吼，我讲是安怎？伊讲这是警察吼，政府对咱安怎。我就想讲，这开甲老师教阮教的，无共款。安尼爸爸讲，你袂使甲老师讲。所以变做你话老师讲，变做准人去甲老师讲，我变做阮爸去用检举讲，那思想有问题。所以吼。伫迄个时阵，即摆回想起来，阮兜吼做侪迄个动画杂志，那种买阮爸爸那种唱起来偷看，然后美丽岛事件，我伫现场所以我想，伊嘛做侪迄个动画的朋友，伫迄个时代所以我想，爸爸对我的启蒙我想有相当大的即个占一部分啦是。尾啦，当然阮。读大学了，读大学参加校运团体。本来我是讲参加迄个大学新闻社。新闻社。大学新闻社，我想讲都做一个校园报纸做一个记者，像碧纯安尼，我做一个记者，今日讲，请问你对这个代志有啥物看法安尼？但是呢，算毋得讲，迄是一个校运团体。
啊，校园团体咱知影参加就讲，伊学长就讲，恁遮你无感觉讲，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学校即个物件，政府即个物件是做无合理的。我就知道，原来这是无合理的。那时候你是就读台大嘛？我就读台大。对啊，迄个时阵校就讲，是安怎咱做学生，咱学生会的迄个会长袂当直选。是咱要做学生，咱即摆拢已经18岁为你20岁啊，拢成年人啊。是安怎咱家己写的文章要刊起来，还搁互教官甲咱看。甚至你讲阮学生嘛。我有一寡专业的文件，阮请教授来甲咱写稿，写文章，这个教授应该足专业的啊。想要教授的文章嘛是要互教官看，因通过了才。所以学长就是安尼，校长就讲这唔对，这袂使。政府安尼牵制言论自由，政府安尼无够民主，我就渐渐去学长影响，加上过去伫个囡仔时代是爸爸有种迄个因嘛，就讲安尼政府安怎，所以尾啊就慢慢啊，行就甲一般学生啊无共款。因为一般学生你看大学生，迄个时阵政府拢无鼓励讲伊去关心啥物社会的代志嘛，讲你来做一个譬如讲你幼社啊，你关心啊去也是讲去替囡仔偏乡的迄个囡仔来做暑期辅导啊若无你去雇个育幼院、养老院来照顾这些老人，你感觉我做替社会做一代志啊！迄个时阵学生囡仔是安尼啦。若无你也要佚佗，你个跳土风舞社啦，无吉他社你看校园民歌，大家弹一个吉他安尼弹起来小姐拢迄个女同学拢围伫边啊。你若参加这个学运的社团，定你骂讲政府这唔对，遐唔对。迄个时阵个海山煤矿灾变，我就去海山煤矿去看，矿工偌辛苦的，即马农民迄阵个有5厘矿有无？农民去台北抗议，讲开放美国的农产品进口，阮就对人去抗议讲，安尼政府对农民做无好，渐，政府就感觉讲，恁这学生拢定人去徛咧，阮的对立面，定人恁讲我安怎，所以特别对这学生囡仔特别施压力。等到有一天的时候，政府讲，我去参加抗议，即马学校就去甲阮的家长讲，去甲家长讲，讲恁这囡仔要注意未来调查局安怎甲你做记号安怎，影响到伊出国影响到伊去社会食头路，还有黑资料有无？迄个时阵，阮爸有一天甲叫来伊的房间咯。我想讲，本来想讲，我要甲，因为我嘛迄阵算讲对政府有意见嘛，我嘛已经知影讲阮爸嘛对政府有意见，所以我想讲爸仔囝会当好mass talk 一个好沟通一个，讲安怎，殊不知讲，阮爸叫来去甲我骂甲臭头，甲我扒咧就对啦。意料之外诶。你囡仔人，你这读册就好读啊，你是毋知影讲国民党偌厉害，政府偌厉害，教授你着安怎？迄个时阵老一辈人，迄个时阵毋爱经验过即个228，经验过即个白色恐怖，迄阵我还袂解严的，我会记是大学3年还是大学4年才解严解严，当解严，迄阵蒋经国要过身去进行解严，过身去以后，李登辉接总统的时阵，迄个时阵虽然是解严但是我社会风气真紧缩啦算讲真很保守，对。伫迄个时阵，当然我听老爸安尼讲讲。夭寿啊！讲即个囡仔即毋知会捡家去你还得列真斗啊！嘿啦，就是讲，你政治理念是一回事，但是家长对时势总是较关心，认为讲，莫去插这有诶无诶，若无你会受到未来前途受影响嘛。对。所以阮诶迄个时阵当然压力是足大诶，一方面爱坚持，因为咱少年人尤其学生是较无，就是讲较无即个理想性较悬啦，较无现实的压力啦。所以讲你要坚持即个理想性，万一高不离三种，讲你要放弃理想，变做讲是甲社会乖乖牌共款的时阵，迄个时阵囡仔，迄个学生的心理是真挣扎。所以我迄阵就用迄边甲阮爸叫要去冤家以后。我嘛真惊，嘛是真震惊啦！讲
像阮爸平常时拢对国民党最有意见的吼，啊，开始讲这边都电脑甲我骂甲吵去。对啊，所以我想讲，当然啊是父母的疼囝的心情啦吼，就是讲啊，你好啊读册，你也要去发挥，你也要去这个从事什么运动、社会运动、农民运动，等你毕业才讲，你总是要甲学业先完成，因为教官吼，甲你威胁啊，讲啊你安尼教训。无得毕业哦，你着高中学历哦，你着无大学学历哦，你啊教训你会害哦，安怎，哦前途都乌有去，所以老爸老母会惊，哦所以甲囡仔是压力。阮就是即种的即个，就现实甲理想之间的冲撞冲突，哦慢慢成长。对。大学毕业了后，当然迄个时阵。既然老爸讲大学毕业才惨嘛吼，阮就交迄阵的民进党的前辈吼，罗秀一啦、戴进尧、洪基聪啊，对，叶菊兰、叶菊兰吼，则搁先摆做伙，所以毕业了后，真侪人就去做因的助理，做了后去外国读册，做兵转来吼，伊外国读册是个硕士，转来了后，你就想讲你有两条路嘛，第一条你就去读做。属农工商，第二就去做继续读博士，未来做教授。若无第三条路，你就去继续进入这个政治界。殊不知阮迄阵就选第三条路啊。要插政治、插公共事务，嘛有两位，一位伫台北国会，你也做一个影子立委，啥物做影子立委？因为立委你嘛想讲伊足敖的啦，因为足侪敖是因的助理敖。助理敖。你今日要接顺内政部的。明仔载要接顺交通部的，第三个要接顺农委会，你靠我都逐项拢知影，所以你助理要甲你无聊，甲你准备真侪资料。所以是影子立委。所以呢，你这个无聊，你想讲夭寿啊，我真正，阮写这个接顺讲明仔载要提接顺部长的呢，好，还是讲我写这个接顺讲明仔载立委提要接顺议长的呢，好，我这做成就感的。迄个阵是安尼想，另外一种就是讲，倒来地方做选民服务。替委员吼，这个糟摊替民众排除困难这种的，就选择啊。迄时阵我尾也是，因为我进前要出国进前，伫咧台北立法院捌做，已经立法院做过助理啊嘛，所以立法院的流程过程咱已经知影，但是选区的助理佫毋知，所以迄阵就选择讲来倒来地方来做。所以毋只安尼，怎啊打落，怎啊一直侵落就对了。所以你也有机会来选国代，就选国代，选出来就行就选举的路。对啊。一直甲打，已经做过一届国代，一届议员，四届立委，选6遍啦。所以选6遍差几档，20档啊呢。对。20几档啊，我倒来故乡，1992年倒来，即嘛是。2017啊嘛，等下25档啊，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即马看到以前的老战友，话已经摕落来啊，比方像以前阮学运的时代，罗文佳，人早就已经摕来，伊即马开一间册店嘛，过日子过了真迄个吼，真欢喜吼。话抑搁伫咧即个或者政坛一线，你看林佳龙。林佳龙是阮学运的学长呢，即摆咧做台中市长。郑文灿是阮学运的学弟呢。当然每一个人的即个政治路，每一个人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有人行到遮就结束，有人行到足久的。迄个时阵，我会记，当转来时阵罗文佳甲马永成咧做阿扁的助理。我去做姚嘉文律师的助理。姚嘉文立委的助理。是安怎会去遐？因为罗文佳嘛有什么讲？来，伟哲来，你来阮遮较有前途。伊安尼甲我讲。但是我迄阵我嘛知影阿扁系政治的名称嘛。但是迄阵我想讲，姚嘉文要互我 part time 的，我算讲我会当 part time 做。我迄阵较未定性啦，个性还未定咧，所以我做 part time 好。但是阿扁也要求你专职，而且我要求你超级的爱甲你磨练就对了。人讲早起9点开始，到下晡6点，你6点转来下班，我继续伫遐继续磨，磨政策磨啥，阿扁啊，即阵过你来替伊写，
啊，我想讲，哦，安尼伤操啦，所以我想讲，我就去姚家门遐。啊，所以那边路就无共款啦。以前我也去阿边遐，无定即摆路，就较降是无共款。所以人生就是安尼这样子偶然啦，啊，有个人行了紧，有个人行了慢，有个人行到遮，有个人行到遐。所以我想，这回参选市长，对我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啊，所以我接受这个挑战，啊嘛要甲咱的好朋友讲，我会坚持努力。好，所以哇，这是阮真正捌听过的故事，所以听了，咱会大概了解讲，你要参选的理念啊，还有你一些的基本的资料跟背景啊。咱知影讲，像讲恁爸爸头也感觉讲，你做学生好好爱做，伊是惊影响你的制度。美国民党归美国民党啊，家己要后生要冲第一线，伊家己。因为毕竟你真的是高材生呢，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然后又读了这个哈佛，哇，还有这个耶鲁。对啊，这种真的是你算是伫咧政治人物当中，这个学历呢算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对算是蛮高。然后这样子的话，所以其实你一路走来，哇，那你这样功课算很好，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当然有啊，当然我算讲读高中以前都爱算爱佚佗，爱佚佗，佮考着建国。功课差不多，因为我是互阮小妹。刺激着，即马嘛是到单位去，佫是互伊刺激着。迄下等下来讨论。啊，所以读册的时阵，因为伊先考条北一女。啊，我想讲，人咧笑讲，你小妹读北一女的，你读就是我尾仔就讲干脆就顶来，顶课啦，唔只条件。就考哇。尾仔唔只安尼一直去，就建中台大，你看对。所以人生有真侪物件是需要变的。哇，竟然是受到刺激，可以让一路考这么好，还读到耶鲁跟哈佛，哇，那所以其实这一段就是说读这么好的学校啊，对你的未来从政有没有什么帮忙？有啦，学费较贵啦。学费。因为耶鲁哈佛那种私立的嘛，学费。所以其实学到。当年阮爸迄个时阵，有互我，尤其是第一个我去耶鲁的时候，阮爸伊学费替我出来。当然有一部分我家己打工啦，打工。但是你想讲，学校毕业，你伫咧迄个立法院一个月薪水，做你会当领偌济？对啊。所以欠的钱无济，大多数的钱我咱家长忍落地下赚出来，所以这点嘛要感谢阮爸爸，但是尾下去哈佛的时阵，我先耶鲁了后，然后转来，然后选举，做国大代表，做国大代表的时阵，国大甲薪水关出来，我有关2台救护车嘛，还有关一寡物件，但有剩一寡小有小的积蓄尾下迄个时阵，就阮爸爸替我出较少，尾下去哈佛读册阮爸爸出较少，因为我迄阵娶某啊嘛，娶某你讲。娶某生囝，我要甲娶哦，剩长手，查某人拢较袂安尼，袂用笑。是。尾阮爸爸有替我出小部分。我去美国钱无够要安怎打工啊？所以我去图书馆，我厝租拢免钱，我大免钱。因为讲我逐个月赚的钱都好纳厝税。所以学费的部分，爸爸帮我出一部分，生活费的部分，我过了做省。厝租的部分是我打工赚的，拄好差不多。所以坦白讲，迄个时阵，第二遍去电脑较艰苦，因为第二遍去的时阵，你就做国大甲我带感情的是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因是国家派出来国家派出来的时阵，那种公费嘛，厝税国家出。食的物件、生活费国家互你，即个学费国家出，对照起来，迄阵咱中国大陆的迄个，迄个人民的国民所得较低嘛。对啊，生活水平然后。结果人会甲你嚣摆讲，你看，阮国家替阮出的，你咧，你讲你唔听讲你是民进党的，买阵民进党2000年的时阵，民进党执政，阮的中国的迄个同学会甲阮揢就对啊，讲你毋是民进党执政，你毋是作为国大代表，因拢去查资料因的进步做啊良好。你毋是做国大代表，你毋是阿扁的爱将，较会讲，即马阿扁放你一个人出来搁打工啦，我听了就足气，定下会甲因冤家啦，会搭嘴哥的冤家。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就是讲，虽然你讲你来自台湾较好个，阮来自中国。
大陆中国吼较善价，但是阮国家栽培完的，啊恁就无吼，就是安尼来理解就对。但是反正就是迄个一个过程，啊，就大家原来是同学，同学了后因等于因的家己国家升官发财，吼，因做因的阳关道，啊，咱过咱的独木桥，咱倒来台湾嘛是回头较拍起啊。我听人讲，我去遐读册，人嘛无奖学金，荷兰的吼国家无，因为哈佛无可能互你奖学金嘛。哈佛互你奖学金是你去读博士。哦，你读博士，你爱读足一档的，哦，而且像是专精的。哎，读硕士一两档就要走，伊无，而且你是来自台湾，你想你台湾好个啊，你若讲来自中国，吼，伊就甲你奖学金；你若来自非洲，伊就互你奖学金。啊，但是你来自台湾，奖金较少。啊，你佫毋是读博士，所以奖学金较少。哦，啊，所以变做讲迄个时阵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对，也是蛮辛苦的啦，吼。但是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历练啦，吼。哦，这个历练较少较好啦。对，好，那你头嘛有讲到啦吼，你曾经就是有做过一寡前辈啊吼，包括这个卢修一、叶菊兰、洪其昌啊吼，还有苏焕智等等的助理办公室主任等等嘛，吼，还有那个陈唐山县长陈水扁，哦，郑国忠你选举的时候嘛也是都有嘛吼，所以其实很多你的这个经历很丰富好，那像这些前辈啊，在你后来就是包括这次要参选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对你有怎样的鼓励，有支持你出来选吗？其实讲起来，应该是因为伫甲因共事的中间的过程，互我真侪学习。我学习了真侪。是。啊，未来当然咱要继续参选的过程中间，会陆陆续续一个甲因请益。这点是爱。啊，但是你若讲实际的帮助，迄就是爱未来吼，甲因直接。对。这个社会毋是讲你出来参选，大家就自动归队了，无这个代志啊。你甲要出来参选，你就要去共拜托。哦，多谢先拜，我这边要参选吼，你有啥物甲我指示？哦，会当甲我到支持即个无？就是拢安尼啦。所以我想遮济先拜有个人已经做先啊，像卢秀仪，已经过往去啊，伊对民众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有个人抑个已经退出政坛，有个人抑个伫政治上。我想这个先辈拢是我的请益的对象。另外呢，针对即届伫咧选即个台南市长初选时阵，咱做侪候选人啊，拢甲即个赖市长可能就是会请出来跟自己的竞选扛棒这样子有放在一起，因为大家拢想讲哇，咱即个赖清德市长呢，其实他是这个选票的吸票机啦他们应该给弄用的一寡选票。那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在讲说，委员其实你形象跟赖市长是最像的。然后这边呢，你这次有提出幸福城市信赖选择选赖就是信任赖清德选黄伟哲，对不对？好，那我第二没派，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赖市长，那其实每个人都有弄出来，赖市长也要挺你吗？所以你爱问伊啊，唔通问我。爱问赖市长哦。我讲真个啦，其实是安尼啦。这个社会是很实的，所以人气也好大家半暝啊拢来相吹啦。人气也歹见面人拢无毋捌，这是社会现象。以前我做国台代表的时阵人讲国台啊你好，见面迄阵但是国台落任我要来选议员，中间有差不多1年的这个空档，我去美国读册嘛。美国读册回来了后，迄个时阵工课还无做，无用着落，人看到你你就是无啥咧信你。等下你等议员我选掉，议员我想这个社会。安尼你嘛尝尽人间冷暖。世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是讲，我拢有尝过。是。所以其实是安尼，你就迄阵马英九，好啊，伫迄阵当你2008年当要选总统的时阵，迄阵做红的嘛。大概国民党的人只要甲伊上挂做伙，就拢调啊。我行到对，然后安尼选民拢咻叫，尤其是女性的选民。尾啊第二遍，甲2016的时候，迄阵马英九无人要甲伊挂做伙。差足济。对啊。2014要选议员、选市长，也无人甲伊挂做伙啊。赖市长嘛是啊，所以我想，即马现主是赖市长是伫台南的影响力，甚至是全国影响力。拢有迄个外溢效果。对。你想看当初是赖市长甲阮做国台是共期的，
哦，是甲你讲。嘿啊，我会记讲，咱市场要点煮的时候，我甲我学的。哦。你讲画子啊，你点煮安怎问啊？安怎念嘛？就点天清安怎吼？迄时候我甲我甲写一个迄个叫人家暗念就对。其实迄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哦。赖市长即马偌市长即马很主席是，大家炙手可热。讲一个实在，就是讲大家拢嘛希望讲得到赖市长关爱的眼神，伊会当甲你关心管，总是有加分。加济加少不管，总是有加分。所以上做伙，我嘛甲市长拍过招呼，甲讲市长啊，阮迄个未来相挂做伙有要紧无？伊讲无要紧啊，无要紧。我是有得到稳准的。但不管如何，我想会当实际延续赖市长的这个施政理念，而且继续甲发扬光大，这是重点。若阵，比方是交赖市长拢意见，还是讲政见拢无一致，刚刚想讲即马选举想要摕来利用一下，安尼是另外一回事啊。毕竟因为这边你也知影讲，伫台南、伫高雄竞争拢非常激烈，这个激烈可能大家感觉讲初选过稳过，但是不管如何，赖市长伫台南咱的赖市长，伫高雄因的单局市长，永远拢是大家非常希望得到支持的。这个支持当然赖市长会想嘛，讲伊会想讲，哇，其实这个就得是其他人。对。伊是毋是安尼想我毋知啦但是至少这是伊徛伫一个高度来讲，伊要安怎甲其中的人互动，这是冷暖自知，大家冷暖拢会知影。所以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赖市长对咱的参选是有祝福的，是有迄个乐观其成的，其他的讲到这了。安尼好，安尼大家家己想看对自己想看这什么意思啊？其实每搞选举咧，每一位好选人其实他的身家背景啊、政治立场各种色彩都会搬出来讲嘛。咱知影讲其实你的部分有一个妹妹黄智贤，政治。我有知你有这个问题。这个这个大家应该拢会做关心嘛，因为反正就是说，既然卡到选举就会被人家讲，那我们干脆把它好好的来讲清楚，对不对？你跟这个黄智贤啊，就他比较泛滥嘛，是亲生啦，对，亲生对不？有人搁底下问讲，恁到底跟亲生？可是你爸爸他们都是深绿，为什么妹妹会变泛滥？这个囡仔叛逆嘛，做这种有当时老爸老母做好的也是讲老爸老母，人讲话好的是讲歹得出好顺，话歹变歹是讲好人家主题煞去学歹去这拢会啦。所以我想，这个是民主的社会我讲是真，阮妹妹嘛无去偷，嘛无去抢，嘛无去犯罪，只不过伊的政治立场对甚至立场的问题而已。但是每到选举，尤其是选举激烈的时阵，阮妹妹伊就一定会提出来互检验一下。对啊。什么时阵开始？2005年开始，2005年，迄个时阵要拄着。李焕英的涉处要减半，对，立法院的席次减半，所以本来为225个要变成剩130个，家己党内都要先抬一遍，对，所以迄阵我伫党内面临嘛足大的这个压力，我是安怎啉小麦，会走对国民党去，绿皮蓝骨安尼要甲我检验讲我血流出来是红色还是绿色的就对，所以迄阵嘛足痛苦的讲真的，但是。那就一直想我其实插政治敢有需要？我嘛以前有足受气的讲，无安尼我甲阮兄妹脱离关系，伊惊伊会我管话。对啊。但是这是气话，气话。会员关系，袂是话切袂断的啦。你还没切断，人够有话讲啊。对啦，切断讲，哎呦无人性哦，为了政治争夺，甲你话这个兄妹拢无爱啊。未来你是为了你是毋是为了政治争夺，连老爸老母拢无爱？对啊。我想这种呢。讲起来是真，迄是讲一个人情来讲是足残酷的就对啊。所以我一直想讲，人出票嘛，话讲出票3天5天，即嘛出票10几单，搁你出票，那是安怎？特别选举拢提出来了。所以我想感觉讲借这个机会，甲咱第4季头前的，朋友讲者，讲其实这人一家代公嘛随人猜啊。我甲阮小妹拢大家拢已经成年啊啦伊有伊的路，咱有咱的线就拜托互阮即个兄妹有即个伫台湾即个民主社会有一个共同存在的空间
哦，讲远的莫讲近的，现主是咱的当今的副总统陈建仁，有啊。陈建仁因老爸是啥？是国民党的大佬啊，哦，是国民党高雄县的大佬，哦，啊超过半就政治，所以伊伫高雄县的政坛是做活跃，哦，做活泼的，但是毋是徛伫民进党的。啊，人安尼，因囝都听到做民进党的做副总统啊，你以为吼，我这只不过小小的立委啊尔，特别互讲啊袂正直，这是讲啊，这对阮无公平。啊，你我看迄个咱的大佬，哦，郭宽敏。辜宽敏，台独大佬辜宽敏，啊，你兄叫做辜政府，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对。啊，这都唔讲咧，啊，刚刚讲我这，因为我较细汉，所以一定要互检验。但是我感觉讲，其实讲起来，这就是社会啦。啊，我嘛接受这种检验。哦，啊，当然，血脉是切袂断的。对。啊，但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政治立场。啊，这我尊重阮小妹，啊，伊嘛尊重我。对。啊，就阮就事论事。等去莫讲等去暗时要围炉的时阵，过年要围炉的时阵，搁带咧变政治就无意思啊！啊，都围炉就讲大家讲亲情啦，讲好家庭啦吼。啊，即嘛你要围炉过年过，你要去你的场合讲拿军的，我等下我的遮讲列军的，迄嘛就是安尼啊。对啊，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做者这个兄弟姊妹政治啊，我都无讲政党我嘛无讲对啊，那嘛辛苦大丁。哦，对啦，所以这一点的话，咱黄伟哲委员呢，透过咱电视哈，来甲乡亲说明有清楚，这本来就是说，个人有个人政治立场，我们都要尊重，不可能公以为安内嘎就是跟自己的妹妹切断关系嘛，这样不是就被人家讲更没有人性，更有话题了哈。好，那我们既然要参选台南市长，我想你一个对家己已经有一套，就是未来怎么规划我们台南市政的一个蓝图哈。那您在日前呢，也已经有开过记者会来发表你第一次要参选的这个政见，是针对 K8的嘛？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报道。第一场政见发表记者会，民进党市长初选参选人黄伟哲就提出要正视目前大台南北发展无平均的问题，特别是大台南合并新界以后，溪南地区增加了36000外人，但溪北地区却减少了23000外人。安尼发展无平均的状况，不只乎溪北有边缘化的危机，就连都会区也会面对着房价一直起、生活品质一直下降的问题。因此，黄伟哲表示，这个问题伊一定要改善。自从2010年咱台南市兴建以来，大家拄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溪北边缘化。这个过去旧的台南县区的民众，包括这个新营，包括甚至包括麻豆迄边遐，拢感觉讲这个发展有点失衡。为数字来看起来，台南市这为2010到降时2017，67年来，人口是增加这个13000几个人，净增加，但是溪北是减22000几个人，是净减少。所以说，这个部分代表讲。人口一直咧往都市集中啊，但是对着地方的这个发展慢慢变成一种失衡状态。所以我想，未来若真有机会，咱希望讲提出种种的政策，徛伫这个市府的角度，会当平衡这个城乡发展，平衡南北发展。其实重北轻南，迄是整个台湾的问题，但是伫台南的问题变成重南轻北，这毋是。刻意造成，是人口自然流动造成，所以咱希望讲是未来市政的这个建设的推动，应该是兼重平衡发展，伫热市场的这个政策的延续上，一方面延续赖市长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对着这个溪北的部分，咱希望佫有杀出较济的政策来，互溪北的人口的流动净流出来减缓。黄伟哲将针对在地产业发展、交通运输以及建立农业品牌，来一步一步改善溪北地区的经济。同时，伊也希望党内同款要参选、要互相竞争的党人，踊跃发表政见，用良性的互动来拍一场优质的选战。所以针对着这个溪北的部分，你已经有来发表你的政见，是毋是？佮较亲，你甲咱的民众来说明一下。咱讲就是讲吼，这个
人口往都市化、往都市集中，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因为都市提供了真侪生活上的便利、交通的便利，即个要就医就学，还是讲要甚至 7-11嘛，都市较密集所以真侪人都是安。但是咱无希望讲即个，毕竟台南较小，台湾较小，台湾内底台南嘛无大，虽然。咱的讲是足大，但是台湾毕竟是小小的所在。咱现在是无需要讲互人口遮尔向即个都市集中。这是我未来讲希望讲伫个即个交通建设，希望讲伫个一个都市的生活机能，也是讲即个居住的生活空间的品质，来着手，希望讲带动商业，带动就业的机会，互即个溪北的人，因本身有一个生活区。比如讲新营迄边的所在，几个乡镇，几个区，成做一个生活圈；闸门区成做一个生活圈。安尼大家都平常时生活就会当迄落就会当满足除非你讲要去来台南市来看棒球，还是讲你除非要去迄个美术馆来看美术，去奇美博物馆来看博物。若无平常时你伫你的生活区内底拢能满足你的诉求，安尼就好啊。所以我是安尼想啦，就是讲，溪南溪北拢足重要。咱的一个三个核心，一个溪北，一个溪南，一个府城。府城嘛是一个蛋黄区。未来我嘛是希望讲，伫即个溪南的部分，照着大家所关心的即个交通的建设，以及即个治水的部分，大家我想这是咱所有包括历任的市长足重视的。市长这部分已经开了足侪的心力这个部分，你会记伫偌清的进程咱台南市的公车系统，咱即摆虽然拢咧讲什么轻轨啦，讲什么捷运啦，但是他们讲迄轻轨佫会使轻轨伫咧市中心迄个市区的府城佫会使，但是捷运伫台南即摆现做是发展的空间是足少的，莫讲伊爱足贵的，先讲。发展的空间是足少的，即个情形下，咱现做是连公车的系统，伫偌清的引擎，拢差不多拢放弃啊。对啊。是偌清的做掉了后，才一步一步来建立，啥物红线、绿线，安尼一个一个来建立起来，和即个咱的市民，伫行的便利上打出了第一步，这点是真无简单的。治水，甲咱讲一个理由啊。比如咱即摆现水两个杯两个杯你若讲我即个杯就是敢会当底安尼两个杯若准满，你搁甲你的杯的水甲倒咧，就满出来。这道理就讲，咱即摆现主时的即个水利设施的容量，敢若安尼你落搁较济雨，就满出来。这是真简单的代志。咱过去即个现主时过去甲降时，咱的即个水利设施、水利建设有改进无？有，但是有够无？现在无够，因为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台北市才100外，也是台北市才200外平方公里咱台南市是2000几平方公里呢，是台北市的10倍以上呢，10倍遐大。结果台北市敢若一个淡水河就欠600亿来做即个水利建设，所以伊的堤防要做到足悬足好的河道会甲你清足清气的咱台南人的10倍大。结果呢，咱阁有闸门溪，阁有集水溪，阁有咸水溪，阁有二人溪，无所不至溪，山林阁有足侪无名溪，结果咱总共才250几亿，所以面积较大，举一个另外一个，大家电视机头前的听众、观众面拢会知影的即个例，对毋？咱即摆现做是国产的车，一台几十万，对毋？阁来做面路的、美英的，对毋？双 B 的。过来就是担保监理的，你即摆现做是手底交50万尔，你是要买国产的，还是要买即个双 B 的，还是要买蓝宝监理的，对毋？蓝宝监理，你想讲？你有要负责无？系就你手底几十万你想要买一台车，讲会当迄个0到100加速3秒钟，哪有可能？对你就无法度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咱只要确保讲。咱政府行的路是正确的，譬如讲咱做的水利设施是有效的，譬如讲咱做的这个交通建设是有效的，资源无浪费，即摆有偌济资源，咱就一步一步来。所以我想讲，
咱有当时啊吼，为了一寡物件来对政治人物，包括对赖清德吼，毋是讲我要争取伊的支持，才咧讲这个话，其实讲未来任何的市场拢会拄着。今仔日，若像我黄伟哲吼出线啊，互选着，吼，我嘛是会面对有限的资源要做无限的工作的问题啊。啊，赖清德做着嘛是有限的资源做无限的即个工作的问题嘛，所以咱是要甲资源用伫刀口上，吼。过去咱因为社会福利歹，吼，所以苏万里开始提出讲敬老年金，吼，像少年纳税金、食老年金，即个口号大家拢会记得。啊，造就了苏万里时阵，当年哦，105000票是全国上关票，哦，啊，但是你做着了，你要用这几冬来去甲即个社会福利已经慢慢改进啦。啊，所以你即摆时阵，如果要提出来。用这个所谓卖讲证件买票啦，哈，卖讲政策买票，摕来开大钱来落咧，啊，落一寡大概个领钱，一个月领偌济，即种人他们讲起来，时代已经无共啊。所以你选的时阵，迄阵是1991年、92年的时阵，1992年的时阵，今摆已经是2017年，啊，明年要选市长已经2018年，已经26年啊啦。哦，24年，26年啊啦。啊，26年后，你即摆搁咧靠发钱，我看，而且26年进前还搁无健保的，即摆有健保，即摆有年金，哦，啊，即摆搁有真侪社会福利建设。所以你即摆，我是感觉讲起来讲，咱现在是准若讲有机会动身，咱要甲这有限的资源来做较侪公共建设，做较侪交通建设，做较侪地水的建设，莫讲。哦，你像我讲一个，你一个月领3000，一个月领5000，结果你一边水淹咧，吼，淹甲你厝内面的家伙，过来10万拢无去啊！电视也淹，冰箱也淹，吼，红木家具也淹，啊，你迄3000、5000要创啊？你要互政府甲这个钱集中起来做有效的建设，莫去乌白母，莫去讲中华讲摕沙石啊，莫去讲乌白去迄落，安尼我是感觉是较有意义的。因此呢，对着溪南的部分甲府城的部分，一定是有准有机会，一定是延续着赖清德的政策，哦，啊，然后一寡加上一寡创新，哦，一寡创新啦，吼，啊，譬如讲，甲即个交通建设做了，公车的路线加扭几条啊，迄个车帮伫咧尖峰时间较密集的，大家爱用，吼，爱用公车，啊，利用公车，安尼咱的主人无需要买遐济小客车，无需要买遐济轿车。哦，也是讲咱要轿车就无需要，逐工拢开车开出来上下班嘛。啊，你无需要开车上下班，都是自然就袂遐济遐窒，空气就袂遐尔啊歹。哦，啊你若讲，啊你我买车要创啊？有啊，你就要去吉利博物馆，要去做电吼治疗，还是讲要去308高铁的时候，你才开车出去嘛。哦，啊，但是比方时上下班的时候，你就当利用交通大众运输系统，啊，空气也袂遐尔啊歹，交通袂遐尔啊窒，迄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你嘛袂了油。哦，所以感觉讲起来是，这讲起来是咱溪南吼，咱每一个都市6都，吼，咱是台南是6都的小老弟，人口数较少，建设无像台北，无像高雄遐进步，但是咱有咱的特色，咱是文化的古都，咱是美食之都，哦，咱的足侪外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你拢足介意台湾的，啊来到台南了拢袂走啊，讲吼台湾内底台南民众上热情。哦，啊，而且讲，即个物件是好食，天气阁好，吼，啊，所以我想即点是咱的优势。哦，文化上，哦，即个咱嘛吉米博物馆，啊，历史上咱是开台之首，吼，啊，美食啊，搁即个或者生活空间啊，就业机会，若拢会当创作到最好的。我想安尼咱就最好的啊，所以我想一定是延续着啊历任的市长。吼，市长安尼来啊，建设一帮接一帮，会当当然毋管是咱的府城，会当得到好的发展的机会。溪南会当正做甲府城的一个策略发展伙伴。啊，溪北会当做一个农业，也是讲产业哦，即个廊道，我是感觉即部分会当正做造就咱台南是一个较好的发展的所在。所以安尼听起来，其实委员你有提认到说，这个经费其实有限，在有限经费下，怎么把市政做好这一点啊？所以其实你也蛮肯定赖市长的这个执政。然后如果说你有机会当选台南市长，你是会把他跟协作会他会把他有的没有肯定也不一定。这我唔敢讲。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讲民调。每次呢，最近就从开始这些候选人浮上台面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民调，你都是第一名哎，你有什么看法？歹势啦，这个我两点要讲。第一点吼，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咱自细汉拢听过龟兔赛跑。对。兔子走你头前，伊也困去，乌龟就爬过去了，哈。你今摆行。所以袂使困，我一暗灯啊袂使困，不是啦，袂使松懈啦，这是就是讲民调悬啊低是一个参考，但是本身的努力这个既定的目标放伫遐，阮就要努力去达成，这是阮的努力。若阵因为阮无努力，甲这个领先的民调变歹去，这是我一定袂当交代。若阵我努力过了后，别人比咱较努力，别人资源比咱较济，咱去输去，那嘛是只要这个竞争是公平，大概是君主之争，毋是小人之争。啥物叫做小人之争？小人乌白争，安尼吼，就是讲你用一寡物质的物件，用请客的物件，用这个乌白较咱大家咧讲奥波来去选赢，安尼阮那是绝对无法度心服口服吼。所以我要甲大家简单非常短的时间沟通一个概念，就讲，即马咱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讲，毋是初选过就过，我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你也感觉讲初选过就过，某种程度来讲是侮辱选民的地位。都这样拢安尼讲呢，讲民进党安尼，台南市就是拢民进党的盘，只要初选过就过，这是外口即马拢安尼风声。赖清德进前的市长以上。市长，系啊，许天才啊，许天才进前以上，许天才进前张灿宏啊，张灿宏进前以上，张灿宏进前，施志明，对啊，一起都是党，国民党啊，所以政党轮替是这个常态啊。你会记，那阵你看过去台北市国民党安怎输的？台北市是蓝大于绿嘛，所以即边迄阵跟阿扁做过一任的台北市长都无连任嘛，因为迄阵蓝军搁整合啊，伊甲马英九1对1的输啊，对。迄个时阵淡水扁甲迄阵赢过是因为国民党分裂，一个赵少康，一个黄大洲，会记得无？所以台北市是蓝大于绿，但是就算是蓝大于绿，你也讲国民党遐尔啊靠势，讲我凊彩派一个人拢赢，结果拄到一个柯 P， 伊就翘去。所以我讲千万毋通即种感觉上，人感觉你靠势就叫势误去，所以。一点就讲，初选也过，嘛是要努力，尊敬你的可敬的对手，对，真认真来选举。第二，莫用金钱介入，莫用金权介入。大家感觉讲，记咧赖清德咧选，柯文哲咧选到一半的时阵，政治现金转换就关起来，无要收政治现金嘛。是安怎？伊感觉讲我安尼就有够用啊。我毋是讲愈无愈济愈好，我有够用就好啊。这点就是清廉的第一步。你若开愈侪钱选举，我毋敢讲开愈侪钱选举的人一定贪污啦，但是开愈侪钱选举的一定是贪污的高危险群。高危险群。安怎讲咧？阮即马选到啥啊？即马你敢知影？阮现3选要民调，还佫有7、8个月。对，7、8个月。7、8个月，而且咱选举拢是到尾开愈重。佫7、8个月要选，有人伊开到过头去，过面去啊！未来要安怎？你会想看觅？若阵即开的钱拢是家己的钱，我落地下就钱，我钱差有川普遐好个，人就会问讲你这个是毋是小的？你开过6000万，市长薪水是偌济啦？市长一任4年，薪水无到1000万呢？市长薪水才1000万尔，无到1000万。无到1000万哦。结果呢？你无到1000万的薪水，结果要开6000万，甚至开上亿的来选，佫开家己的钱。你毋是小的，你是送，你就要去送精神病院啊！毋是要送市长室的，送精神病院。若讲无啦，我是开财团的钱，我开人甲人寄付的。我问你啦，你财团甲你寄付，人财团是食素的啊？到时人财团寄付嘛是要，市长啊，即块地无甲阮变更一下，卖啦，这毋通啦，毋通变更啦。我当初是甲你开过800万，你毋免甲我迄落回馈一下，你牛皮都用讲。所以我讲，我毋则讲。开党钱选举是贪污的高危险群。我毋敢讲一定贪污啦，无定讲你足够的所以我感觉讲，咱无希望讲金钱介入，无希望讲，咱是希望一个清气的选举。所以咱就伫初选的时阵，而且我讲一点阮即卖募款是非法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是选举前
被各位家长无款。哦，所以明年12 12月选，你明年4月家长无款。哦，啊，明年啊11月选，你明年3月家长无款。啊，你这样是你搞无款，拢是非法的。哦，咱是莫讲这点啦，讲我刚刚讲你开啊侪钱选举是为着啥？啊，过去讲阿伯阿姆啊欠啊侪人情，啊要选一个市长，你有这个抱负，但是你搁欠人几啊千万，去讲几啊千万去讲人甲你寄付的，这点我讲袂，我是遐讲袂。啊，所以你若看我现主是大家小行咧文宣结果安尼吼，大家迄落，我是希望我咱民进党会行出无共款的一条路。哦，过去咱定咧骂别人讲哦金钱政治啊，吼，讲贪污啦，安怎，啊，但是你若选举开足济足重的，初选就开足重的，人会一定会问你讲，你开这钱选举是要创啥？啊，你唔通甲人骗讲啊，我就是有一个心啊，我就是佛心来了，想要开啦。世界上较有这个人，啊，无人较有世界上较有人佛心来了，要甲伊捧大笔的钱，要甲你寄付。哦，迄心内人咧财团甲你寄付，人一定想要回收的嘛，要想要回报的嘛。啊，你人收起来了后，哦，所以我想感觉讲，人讲公门里好修行，啊，但是人咧做天咧看，哦，就是讲过去的市长，我拄仔问讲你施志明对，施立明，啊，施立明进去上，苏南城，就讲要，吼，但苏南城，他们讲苏南城是有一个大魄力的，吼，伊当过往去啊，吼。啊！台南市遐侪市长吼，会当互留好名，互会记的，无足侪。哦，啊，像可能在伊开发5期的，哦，啊，像即个赖清德，伊即马做了嘛足侪建设。对。所以我想这点是应该是做一个好留一个好苗探起较好。对。啊，未来若准办伊高不离3种，咱无选着，咱继续做立委，咱嘛要留一个好名声，吼，还毋是？所以我想，这点是阮会当希望我会当坚持守得掉的。对。所以其实人拢讲吼，这个选举爱开足侪钱嘛，无一定是安尼。我看你拢是用勤走基层的方式嘛，对无？你走足勤呢？你无看人咧话吼，我拢是咱一个人2、3个人出来伫市场嘛吼。嘿。有个人市场出来拢哦一棚做大棚。迄公路生嘛是拢请的嘛吼。啊，你也要成立一个办公室，还是要成立一个？会吼，有当时啊，莫开几啊10万，吼，这他们讲我开袂起啊，啊，咱嘛无法度请什么迄个歌手啊，是讲演艺人员，迄种嘛是爱请。啊，若讲毋免，迄人甲你寄付的，迄佫是人情一条。所以我想一点来讲，咱是希望讲以有限的资源啊尽量做，啊当然是希望讲百姓看会到，啊百姓会晓算嘛。说哦，啊！你开这边的选举开啊侪钱，人会心内拍一个问号。我讲啊，你开啊侪钱，谁来要开啊侪钱？咱希望讲扭转这个社会的风气。好，那我想最后呢，你就针对讲，你要来投入咱这届台南市长的初选，甲咱的市民朋友来讲一下吼，是不是2万因会当甲你支持？多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伫咱的双子星3万网的节目吼。我想真欢喜，借着这个机会，公共平台的空间，吼，会当来甲咱好朋友来这里开讲，诉说着这个咱未来，希望咱大台湾发展的这个蓝图。其实政策的物件吼，大家感觉总硬，生硬啦吼，但是总是这是里外相关的，所以未来希望讲咱来对这个候选人的检验，吼，伊的过去的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经历经历。看伊即个证件，对咱的发展有帮助无？而且嘛要看讲，伊是毋是真守着一个清廉，即个清廉来执政，清廉的即个方式来选举，毋是讲气势量足大的开钱食免惊。咱会记得迄阵阿扁啊，你甲即个连战选的时阵，也是讲咱的蔡英文交国民党的候选人选的时阵，咱拢是比人较素朴。人足侪人拢是脱价开主动自发，希望讲即个优良的清廉、亲情、爱乡土，即个优良的观念、优良的传统会当延续的。再次甲大家感谢，嘛希望讲咱的市政一帮接一帮，即个操盘手，即个接棒的手是清气的，是会当对着咱地方的发展是有帮助的，而且是真心投入的。
啊，我是黄伟哲，我认为讲，阮民进党现主席要参选的每一个人拢最优秀的，拢比对手的政党较优秀哦啊，所以但是呢，这优秀的人内底，当然是我感觉讲我上优秀啦吼，无就免出来啦吼，啊，所以要有自信啊，要有自信，咱希望讲伫这个好的这个传承内底，哦，好的这个接棒内底，会当有这个机会来替着咱的大台南的好朋友，咱的市民来服务，希望讲，互阮一个机会，我一定认真继续努力拍拼。好，谢谢委员啊，也请你加油。好，谢谢。咱的市民先生吼，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下咱吼，所有候选人拢到位，拢甲你访问过啊。所以因大家人拢有来表达因的理念吼，因参选的政见然后等等，所以互咱市民朋友吼，家己去看，来选出你感觉吼心目中上介好的一个人选。好，咱再次感谢黄伟哲委员，谢谢您。好，感谢咱市民朋友的收看，市民先生节目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